大家好啊，有盧法亨咧同大家講八卦象數療法啦。今集呢組號碼咧就係有朋友提問啊，因為佢自己本身咧就係嗰個脷啊、喉嚨啊腫痛，咁有啲發炎，咁啊持續咧久唔久都有咁嘅情況。咁佢自己咧就有啲少少問題，因為佢又久唔久食煎炸嘢，但係佢食完之後咧口腔同埋脷都腫痛喎。咁佢有見及此咧，就唔想成日係食完煎炸嘢就再食藥。當然啦，我都已經提醒佢，你少食呢啲，可能係佢自己唔受得啦，亦都係熱底啦咁。咁但係咧，我都俾一組號碼俾佢，幫助到佢係舒緩口腔發炎、舌頭發炎同埋咧喉嚨發炎。呢組號碼咧都可以使用，就係820600。我重複820600。咁就記住啦，使用呢組號碼咧就係飲一杯溫熱嘅水，但係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如果佢有以上嘅症狀咧，就要飲一杯輕微嘅淡嘅鹽水，就千祈唔好咧成羹鹽落去啊！咁就係淡嘅鹽水。首先佢就啷一啷口，咁跟住咧就啷完口之後，含住淡嘅鹽水，咁樣咧就緩緩咧咁樣去吞翻落去。咁飲呢一杯淡嘅鹽水，輕微就得㗎啦，千祈就唔好過鹹啊！好似如果佢牙肉發炎啊咁嘅情況，飲淡鹽水一樣。咁啊記得咧呢組號碼，如果係念啦，咁就係15分鐘至20分鐘。咁基本上咧，如果佢咁嘅情況係念5至10分鐘咧，佢就會感覺到有效果。嗱，呢組號碼咧，我自己都親身用過嘅，的而且確咧，佢個舌頭啊同埋個喉嚨有少少想腫痛發炎嘅時候咧，用咧係5至10分鐘咧，基本上咧你會覺得係真係舒緩咗，好快脆就已經有效㗎啦。咁但係最好啦，如果你會覺得係已經冇腫痛啦，咁同埋咧你覺得係亦都消炎嘅情況底下，呢組號碼係可以對你有幫助咧，亦都念耐少少。咁就冇話規定你要全日咧係要念1個鐘、2個鐘咁。呢組號碼咧就係如果你有咁嘅情況係覺得唔舒服，你就可以咧5至10分鐘，最好咧就係長少少，咁就係10分鐘左右。如果你真係哇，我念完5分鐘，可能個喉嚨又好痛喎，個條脷咧口腔又好痛喎，腫痛咁樣。咁啊，仲有一個方法啦，就係乜嘢咧？我又出場啦，就係咧將你以上嘅號碼咧就連咗喺你嘅頸椎位，頭對落兩邊膊頭嘅中間，頸椎位連咗落去，咁就瞓覺。記住連嘅方法咧，就係冇念嘅方法咁快嘅。我都已經之前講過俾大家知道㗎啦。咁大家亦都記得我好多片咧，裏邊嘅內容都講過，就唔多講啦。念嘅方法係可以幫助到大家嘅。如果大家覺得哇，我亦都食咗消炎藥瞓覺咁你念完之後咧，起身大概係6至8個鐘頭，你就要搣咗佢㗎啦。因為耐得滯嘅話咧，你會皮膚敏感。咁所以記得啦，如果你冇精神或者係唔想念，亦都係你自己覺得好攰嘅，就用念嘅方法。但係亦都要飲一杯溫熱嘅淡鹽水，跟住先至念。咁跟住你就會發現咧，個效果係會大提升㗎啦。嗱，都想同大家去講一講，用呢組號碼咧就係可以幫助到大家，但係就唔需要咧長期去念，只要大家你覺得係好咗就得㗎啦。咁亦都有朋友提問喎，咁佢話如果有咁嘅情況，或者以上有好多號碼，大家咧都話除咗頭先我所講嘅號碼啦，咁亦都係個病人喺醫院，咁點樣呢？
咁如果係其他嘅號碼或者係對佢身體嘅狀況有唔好或者動物咁嘅情況，嗱，我之前咧同大家講過嘅，咁我再提醒大家，我哋嘅人體咧係左入右出嘅，左入右出。咁我哋如果有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啊記得可以咧，我哋係影咗張相，無論個病人或者係動物，影咗張相，我哋左手揸住電話又好，相片又好，我哋嘅右手咧就掂住相片嗰位事主動物係有唔舒適嘅地方，咁你按住嗰個地方咧，咁你跟住就念號碼，幫佢念。咁當然啦，如果你有用咁嘅方法咧去念，用你嘅意志去念咧，時間要長少少，耐少少，但係咧都係一樣有效果嘅，記得一樣有效果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唔明嘅話咧，就可以提問啦。記得如果隔空咧係用呢個方法係絕對有效嘅，左手揸住事主嘅相片或者係你嘅電話影咗個相落嚟，唔使編出嚟嘅。嗱，總言之，唔理大家係左手右手去寫字都好，我哋一律都係左入右出嘅。記住，你用呢一個方法念嘅時候，唔該大家將電話校靜音，關掉電視聲響，手機校靜音，所有咧你哋嘅聲啊唔好叮叮當當，係一定要專注，唔好攞嚟玩。我又試下先咁樣。如果你有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就唔好念啦，唔需要去念啦，因為你嘅意志咧亦都係唔夠，同埋咧你嘅信心亦都唔堅定。咁所以大家要記得，你用呢一個方法隔空去念八卦像素療法，大家好多朋友都試過㗎啦，必定有效。有位朋友係幫流浪動物貓狗，佢都係幫咗好多動物，都係用呢一個方法。咁我而家再公開remind俾大家，用呢一個方法去幫屋企人或者係動物，咁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如果大家有唔明嘅，可以 PM 我問我。咁如果號碼幫到手咧，大家就記得啦。咁就捐100蚊或以上啦，到紅十字會，我幫你哋幫大家共襄善舉。唔好忘記 subscribe、like and share 啊！下一集再講其他八卦像素療法號碼啦，拜拜。